台北市幼儿园27就要开放下，不过有不少家长考虑到疫情，讲谈遐紧就甲囡仔送回去幼儿园咧。也有家长烦恼讲，等候到因上通啊，无的确已经无命个。囡仔入门爱消毒，桌啊嘛用假绑假开。台北市幼儿园27就要开放，教育局人员提早巡视，不过因为人数减半，嘛有家长拄到甘要即马送囡仔去学校的难题，因为惊较晚送就无命假。现在我的工作又还没说要回去上班，想说如果等到我居家上班结束之后再送小孩子去的话，那会不会就没有名额了？刘先生表示，像伊踮厝上班，阁延1礼拜，才无连面向幼儿园登记。不过前2天问幼儿园，已经剩无几个位，互伊感觉是先抢先赢。即马伊嘛咧观察开放后的情形。市府讲以各类人为优先，包括双薪家庭，但是幼儿园人数若济，是要安怎来审核？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超额的时候，可能就必须要从园方这边跟家长去做沟通，大概有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开放哈，就是在50%。那当然8月9号以后，我们也会再视这一周的一个状况，再做一个滚动修正。教育局表示，假使若幼儿园的空间有够，上济就是收总人数的一半。若真正有家庭有照顾的困难，嘛会阁看状况安排。不过目前是关键2礼拜，也是希望以防疫人员中低收入户的囡仔先收为主。记者丁阿文调随台北报道。